旅长好。老兵夏卓，你好。旅长，您这是在批评我？我怎么成老兵夏卓了？哼，你带上这个肩章就已经是老兵了。我听说你领了小1000万的奖金是吗？600万。600万？哼，你现在已经是下百万了，财主啊！啊？哼，我是想告诉你啊，像你这么年纪轻轻的，手里拿这么多钱，一定不要飘，脚踏实地的，该工作还是工作，该训练的还是训练。旅长，您放心吧，其实钱对我来说一点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们还了我清白。学院那边打来电话，想让我本人亲自去一趟，所以不用说了，你的心思我理解。我已经跟吕征说了，让他跟你们的指导员把工作交接一下，吕征亲自陪你回学校，让他们好好看看，咱们火箭军的兵都是好样的。旅长，真的假的？当然是真的了，这是个大喜事儿，这是你的大喜事儿，也是咱们旅的大喜事儿，我支持你。最近咱们旅也没有什么训练任务，我给你3天假，就这么着了。谢谢旅长。哎，注意点人项，继续值班。是。送战友。他唱了，太那行，我不唱了。你记得常回来看看啊！苟富贵，勿相忘，听见没？哎，对对对，我跟你说啊，那个道远不好走，你就回来啊！我回来什么呀？我回来，我都还没走呢，我怎么回来？哎，你们俩演够没演够？演够了就赶紧回去。不是，你听我说，哎，记得要我向师妹们问好，啊，就说师哥我没办法回去和他们共同庆祝你的胜利了。哎，一定把他们的照片带回来给我啊！照片背后标注好哪个系哪个级的。师哥我脑子不好使，他记不住啊。你要不要脸？哎，夏卓，我没他那么下作哈。你是不是之前答应过送我一把琴？哎，你怎么这么不要脸呢？这事儿都过去多久了？你要啥情啊？你要啥底事？你报给我！哎，这事跟你有关系吗？这是我跟夏卓的事儿。夏卓，我跟你说啊，简单，你别动。哎，夏卓，型号、价钱我都写上面了，你到了琴行给老板，然后他一看就明白了，卡一刷，我琴就拿回来了啊。简单吧？我跟你说哈，不白买。我为了歌颂你，我还写了首歌，歌名叫《好人夏卓》。好人夏卓，什么好人夏卓？哎，你这说，哎，你怎么不说臭不要脸一直梦呢？哎，他说你听我说，他那琴那老贵了啊，都顶一辆小汽车的钱了。你那手那跟树杈子似的，弹一把200块钱的琴差不多得了。你这个纯属是浪费、腐败、奢侈啊！我就不让你送我什么东西了，你帮我带点东西回来。我给你列了一单子，你看看。我去！哎，你这是要来开小卖部啊？啊，战友的钱你都想挣？不是，哎，咱这儿啥东西都买不着，那代机库又不让网购。哎，我跟他不一样啊，他这个是明抢生要，我这个给你钱的，我这个顶多就算是个代购。给我啊！你轻点，你轻点。看联盟啊！你太不要脸了！就你这么长一个单子，我就不相信了。夏卓给你买回来，你能给他钱？那我给不给他钱是我和兄弟之间的事儿，是不是？我要硬给他，他要不要呢？是不是？我要真给他钱，他也不要了。哎，夏卓啊，我跟你说啊，我那琴你千万别忘了啊！哎，你俩干嘛呢？啊，没事干了是不是？当我不存在啊！啊，回去！我告诉你啊，一会儿你跑一10公里啊！你叫啥？啊？你跑一5公里。去！没看见吗？我怎么能看见？
这交通能干净，你说这就多整10公里，我5公里，这愣着搁那跑去啊？哎呀，你说我当兵这么多年，真没想到有这么一天啊！借着自己兵的光，这叫什么沾光呀？不就去一趟青岛吗？呀，说的轻巧啊，就去了趟青岛。你知道我当兵这么多年，这1年当中有几天的时间能看一看这城市的风景？我懂了，连长。等咱们到了以后，赶紧把手续给办出来，争取抽出半天的时间，我带你去青岛吃点好吃的。青岛好吃的可多了，大螃蟹呀、大龙虾呀、大生蚝。欧阳军，你这是在干什么？这是准备给谁？我在问你话呢。老师，是我自己作弊。喂，哎，主任，那个主任您好，我是欧阳俊，您还记得我吗？欧阳俊啊，对，很久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了。哎，夏卓的事情你听说了吗？我听说了，这2天我们还给他庆祝来着呢。我们也听说了，你们在连队表现得非常好，继续努力啊，争取早日提干考军校。对，主任，那个我这次给您打电话，我就是想跟您说这个事儿。好，你说什么事？主任是这样，我们部队这边提干有2种形式，一种呢是大学生提干，一种是战士提干。如果我有大学文凭的话，我就只用上1年的军校，
就可以直接转为干部。如果我现在拿不到毕业证的话，我就必须要上2年的军校，这样就耽误1年的时间。我知道我在学校里之前犯过错误，主任，这事儿我也不想再提了，你也知道怎么回事儿。但是我这1年在部队里面，刻苦训练，严格要求自己，积极向组织靠拢，不管是从生活、训练还是学习上面，我都比别人努力。我就是希望能用我的实际行动来洗刷之前我犯过的错误。当然，我也知道，我不管在部队再怎么好好表现，也不能让你们改变对我的印象。不是这样的，欧阳军同学，你可千万别这么说。你们在部队的表现啊，我们多多少少也听说了一些，因为我们和部队之间啊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。真的吗？太好了！为什么我们不知道呢？你别忘了啊，你现在的身份还是大学生士兵。咱们学校有武装部，武装部呢和这个接兵单位啊一直保持着联系。我们对每一个送出去当兵的大学生都保持着密切的关注，这自然也少不了你。听说你在部队表现得非常好，我们也是真的替你高兴。你今天打这个电话，应该是希望学校再给你一次答辩的机会，对吗？啊，对，主任，我在部队这1年，除了训练还有学习专业知识之外，我这1年从来没有放弃过对文化课的学习。我已经把大4的课程全部都学完了，一点没有落下。我就是希望能争取到一个答辩的机会，我能拿到这个毕业证就行。主任，而且我也能相信，我也能向您保证，我一定能在部队提干。主任，除此之外，我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，我求求您帮帮我，行吗？欧阳军同学，我真的很抱歉的跟你说，这个忙啊，恐怕我是帮不了。因为当时在处理你这个作弊的事情的时候，根据学校的规章制度，你只能拿到结业证，毕业证和学位证书肯定是给不了你的。我也知道你是一个很要强的孩子，虽然直到现在我都搞不明白，你当初为什么会选择作弊的这种办法。你也是成年人了，你也明白，你必须要为自己做过的错事承担后果，对吗？对，主任，这些您说的我都知道，但是每一个人都会做错事情，任何人需要一个机会去改正错误，改变自己。我现在特别需要一个答辩的机会，我需要拿到毕业证。我现在最希望的就是能尽快的提干，这样我会有更多可能。主任，我求求您帮我跟校长说说，行吗？我求求您了。如果这次答辩我没有过，那是我的问题，我无话可说。但是如果我拿不到这个答辩的机会，我真的不甘心。欧阳军同学，这样吧，你说的这个事情呢，我会再向校长反映一下。有了结果，我会尽快以这个邮件的形式啊回复你。但是呢，你也不要抱太大的希望，好吗？啊。我待会儿还有一个会，就先说到这儿。好，你这儿多多保重，好好训练。谢谢主任，谢谢主任。你在这看什么呢？啊，没看什么，连长。像个木头似的，你给我介绍介绍。是，连长。这栋楼啊，就是我刚入学的时候住的那个宿舍。1、2、3、4、6层。连长，这个就是男生寝室，不错吧？哎，这不是夏卓师哥吗？我们可以一起合个影吗？可以啊。是啊，对啊，好帅啊！起。谢谢，不客气。谢谢。哎呀。呵，你这在大学校园里面还挺招小女孩喜欢的呀。哎，连长，你上大学的时候不招女孩喜欢啊？这话题我怎么跟你聊呢？连长，这就是我们的食堂了。哟啊，3层楼。您是夏卓师哥吗？哎，我们能合个影吗？行。好。我们也一起吧。哟，谢谢师哥，可以。啊，连长，
我觉得你怎么有点酸呢？没有啊。夏竹师哥，我觉得是夏竹师哥，夏竹师哥。行，可以，来。我也想要这个，我也想要一张。哎，我也来。连长，你先去逛逛，我拍完就过来啊。谢谢。好了。师哥好帅啊！不好意思啊。谢谢师哥。哎，我看看。啊，不好意思啊，认错人了。没关系。不好意思。同学你好，请问这里是管理系吗？是管理系。你们系里有个叫梁墨的，他在吗？他现在不在这儿，他已经好久没来上课了。谢谢啊。没事。吓死人了！哎，报哪儿了？能考清华的都这么几对人啊？就问问，帮你参谋参谋。一本吧，我没指望进北京。那到底是哪儿？干嘛？你报哪儿，我报哪儿啊？切！哎，聊聊嘛，有个飞碟。川东大学，不想离家太远。川东大学。哎，那儿附近可没什么吃的啊，你想好了？行，川东大学。喂，玩消失可不好啊！你不也躲着吗？我没躲着，我这不是在等你吗？夏竹，你这样我真的压力很大。我是自愿的，你有什么压力啊？能有那么好的学校可以选，而且在北京。可是没有比你更好的女孩了呀。送你的礼物。刚才上课呢，没看手机，不好意思啊。没事儿，这是我在美国给你买的，一直想要给你，只是找不到机会。那今天是什么机会啊？今天不是你接见我的机会吗？哎，你相信我，我没有作弊啊，我是光明正大的拿的冠军。当然了。不过呢，有人议论你也很正常，因为你走在他们前面，他们只能看到你的背影。不过你放心，真相一定会水落石出的。那就行，只要你相信我，什么都不重要。就这事啊？还有一件事情，哎呀，说吧，磨磨唧唧的。我想去当兵，火箭军，大学生士兵2年。为什么呀？我想换个环境。你又没做错事，你躲什么呀？我没有要躲啊，我就是想锻炼一下自己，
都说当兵后悔2年，不当兵后悔一辈子。你认真的？嗯。等你退伍了，我都毕业了。我知道，可是我……你还让我等你几个2年吗？怎么是我让你等呢？懒得跟你讲。哎，你有话就直说嘛，不要老是云里雾里的。你不是很聪明吗？自己想想。这种事情我怎么想得明白呢？你不是老是说，人生不是考试，从来都没有标准答案吗？可是你不一样啊，你就是我唯一的答案。为了你，我连清华都没有去。我就知道，早晚有一天，我得背这个锅。我不是这个意思啊。你说我这一小伙，长得也不错，头脑也好使，成绩也好，身体也好，我都不知道我哪儿让你不满意，你总是一次机会都不给我。夏卓，这3年，是谁陪你去上晚自习？谁陪你去上吃饭？又是谁帮你选换季衣服啊？你在准备比赛的时候，是谁给你当后勤、做题库，还帮你选装备？我都知道。你已经为我丢了很多东西了，我真的不能这样。我不能让我心爱的男孩子为了我断送自己的前程。人生确实没有标准答案，但是该得分的题，一定要得分。那我该怎么办呢？你别走啊！这是多选题吗？你加油吧。我都听明白了，人梁诺的意思只能这么清晰了。但是这几年干的事儿，那哪一件不是女朋友干的事儿啊？啊？是不是？我去，邦邦，你说你长得又老又土，为什么你对情感的见地这么准确呢？我谢谢你啊，我这个怎么就又丑又土了呢？我这个叫帅的不是很明显，你懂吧？容易追到手的，那不容易珍惜，你懂不懂？人家梁诺对你是期望值非常非常高的，你呀，邦邦，你说我们去当兵会是一个玩闹的选择吗？我反正不是啊。哎，我还真就是想去提个干什么的啊！哎，多酷啊！哎，大导弹、小火箭，呲溜呲溜就是干呢。哎呀，我该怎么办？反正体检合格的，明天都得去人物部报道。要不去了？爸爸，我们啊，能不能当一回保卫国家、保卫人类的英雄？必须的。你现在只有3个选择：1，当兵； 2，读书； 3，你把梁诺追到手。
以我的能力，选择第一个也不耽误第3个吧。不至于，台上唱的有那么难听吗？我难过是因为我头发，人舞部也太狠了，话不说就给我剪了。你看看，我们都不一样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可以帮忙捡下球吗？是夏卓师哥吗？谢谢师哥，不客气。嘿，你好，安邦师哥呢？安邦师哥。啊，你说林安邦啊？他在部队呢。那你咋回来了？我办点事儿。瘦了呀？哎，师哥，你们单位在哪儿啊？我给安邦师哥发了那么多微信，他都不告诉我。不好意思啊，这个保密。什么单位呀？神神秘秘的。还是你跟娘若好呀，离这么近。我跟梁墨离得近。是啊，你别告诉我，连他都没找到你在哪，不至于这么保密吧？什么意思啊？啊，不是师妹，我不太明白你说的是什么。你瞅你那俩大眼珠子，别装了。你跟他是同学啊？何止同学，一个寝室。我找了他整整1年，他是不是得换电话号码了？妈呀，你俩是不是整岔劈了？什么意思啊？哎，你快说，你快说啊！我忽然想吃个冰淇淋。行，快说吧。你不是当兵了吗？送你们走那天晚上，我还送安邦师哥千纸鹤来着，谁知他不理我，还把千纸鹤给了你。虽然你长得比他帅，可是谁让我就喜欢我安邦师哥呢？我呀，姐，我都快急死了，你能不能说重点啊？看你急的，我就从头说，好让你知道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。不用，你就从梁诺开始说起。哈，他到底去哪儿了？支教啊。支教？是啊，为了支教，他专门休学了2年。我们都明白，他就是为了等你。结果你猜怎么着？他支教的地方离你们部队特别近。我一直在问他你们部队的地址，我也好给安邦师哥寄点东西啊。可是他说他也不知道具体地址，就知道离得不远。还有呢？没了。那你知道他支教的地址吗？
知道。给我行的。那你能帮我给安巴师哥带点东西吗？我什么都能带，包括你都行。你这话说的，人家怪不好意思的。我一个大姑娘家的，怎么就能往里带呀？真能带啊？微信、地址都给我。哦，谢谢。他那边信号不好，好像条件很差，微信很久才回复一次。那跟我还真是旗鼓相当啊。喏，你自己抄。谢谢。学校都帮你办理好了，夏卓，这笔钱就不要捐给学校了，希望你能用到更有意义的地方去。你收好了。谢谢校长。谢倒不用了，来坐下说。自从你蒙冤以后啊，学校想尽了各种办法来证明你的清白，但是你也知道，咱们在国内，他们在国外。鞭长莫及呀，而且他们在说明函里面也表示了是出于安全考虑，并且不再追究，咱们也就不好再说别的了。不过我还是替你高兴，咱们川东大学能有你这样一位大学生，是学校的荣誉。校长，您可千万别这么说。本来我去当兵也是带着赌气的成分，虽然这1年多在部队里我干得还不错，也越来越了解部队，但是啊。夏卓还是会继续留在我们火箭军的。哦，夏卓，你想好了吗？还有1年你就要到期了，是回来继续读书，还是继续留在部队？校长，学校培育我这么多年，我当然还是想回来继续读书了。那太好了，等你回来，学校给你举办欢迎仪式。谢谢校长。连长，等等。刚才你非得挑这个话题，我压根就没有想说这个事情，你说是不是？压根没想说，你不也说了吗？是哈，咱们部队条件差，到哪去都是大小伙子。你看这儿，多好啊！满操场，花花绿绿的啊，都是俊男靓女。这环境也好，空气也好，这多好啊！我明白，像你这样的条件，这样的智商，这样的能力过来当兵，那都是一把双刃剑。你也不用解释什么，我明白，有什么样的能力，那就有什么样的性格。要怪啊，就怪咱们部队，咱们270旅庙小容不下你这样的大副。长，咱们能不能别小孩子气？那都是话赶话的客套话，话到那儿了，你让我怎么说呀？客套话，好啊，来，那我正式问问你，夏卓，你愿意留在部队吗？你看，你犹豫了，说明你就不想留在部队。你放心啊，你连长我一定不会成为你前进路上的绊脚石。你看这样行不行啊？咱马上到火车站，把火车票买了，抓紧时间把你有限的还剩1年的部队生活体验完了。之后呢，咱俩谁也不欠谁的啊，不是部队跟你一刀两断。连长，你要是这么说的话，我真的伤心了。你伤心了啊？那你知道我有多伤心吗？夏卓，你呀，你就是一白眼狼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我怎么培养你的吗？你说你到部队这1年来啊，我对你好不好？我什么事儿我不想着你，立功受奖我想着你，对吧？让你立牌面，让你在领导面前好好的表现。我为什么呀？我不是想给咱们战士连培养一个未来的连长吗？我心想着哪一天我不当这个连长了，你就是未来的接班人呢。可现在呢？人才培养完了，立功了，受奖了，回到了学校之后呢，你拿到几百万之后，你心都飞到学校里面去，你压根都不想在部队干。最后啊，我再送你2个字儿：再见。哎。
呀，连长，你别跟着我。令，向后转。告诉你啊，没有命令不允许回头。连长，你能不能别整这一出啊？啊，连长，哎，连长，我去。去哪儿？师傅，你帮我跟紧前面那辆车。好嘞。小伙子，你这穿军装的，怎么干起警察的活了？啊，前面那个是我们连长。哦，惹你们领导生气了？不是，他就是比我先上车。怎么这么小气，把我拉黑？真是的。小伙子，你是火箭军呐？哦，您怎么知道？你那臂章上不是写着吗？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。啊，你看见了？我儿子也是当兵的，也是你们火箭军的。是吗？嗯，他哪个部队的？哪个部队倒不清楚，说是要保密。不过据说他们部队都驻扎在大山深处，荒无人烟，除了他们军营那些人，什么也看不着了。还说，他们部队离最近的县城还得50公里路的，来回200多里，够远的。哎，你是哪个部队啊？不好意思啊，这个我得保密。不过我们部队跟您儿子的部队的环境差不多，离县城也是有50多公里。哦，那巧了。那没准还是一个部队的吧？那就太巧了。师傅，您姓欧阳？是不是这个姓比较少啊？您认识欧阳俊吗？师傅，麻烦你掉个头。行了，师傅啊，好，哎，哎，怎么不跟踪了？啊？连长，你知道刚才拉我的司机是谁吗？我哪知道，好人呗。欧阳华。欧阳，不会是欧阳俊的父亲吧？是啊。我刚才问他认不认识欧阳俊，结果他一脚刹车把我扔这儿，自己走了。为什么呀？因为欧阳俊跟他爸爸的关系不是很和谐。欧阳俊父子关系不和谐呢，这事儿也不是第一次听说了。既然咱们遇着了，这事儿就不能不管，你觉得呢？我当然觉得不能不管了。哎，刚才那车的车牌号码，这都你能记住吗？那当然，我不光记住他的车牌号码，你刚坐的车的车牌号码我都记着，我就是脑子好使。啊，你就是脑子好使，是吧？
我告诉你啊，我虽然这脑子呢没你好使，但是我也能记住，你小子是我们战士连的叛徒，白眼狼。连长，这什么呀？这那这的啊！你看你呢，是铁了心不打算在部队干了。哎，不过我现在啊，特别想好好的帮一帮欧阳俊，因为欧阳俊人家要在部队踏踏实实的干呢，没准就是我们战士连下一任连长。哎，我未来的接班人，这事儿我还管定呢。连长，非得把话聊得这么尴尬吗？我又没说我要走。你说的啊？既然你这么说了，我给你个机会，来，看见这片大海了吧？啊，这样，你呢，对大海真诚的发个誓。我对大海发什么誓啊？你发誓你要留在部队啊，在部队好好的干，发誓呢不着急回大学。连长，要不你先把微信给我拉回来。我把微信给你拉开，是因为你小子是个叛徒。拉回来。你发誓，我就给你拉回来。先拉回来。你发誓，我就给你拉回来。你先拉回来。欧阳师傅，哎，咱什么事儿哈？好好商量商量，对不对？看看这事儿应该怎么办，好不好？啊，欧阳师傅，行了，我不用考虑了，不需要你们的帮忙。希望你们不要干涉我们家的私人生活。叔叔，我们没有要干涉你的私生活。虽然我不知道你们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但是叔叔，时间真的一晃就过去了，仇恨传不了代，仇恨也带不进坟墓。我真的想不明白，一个父亲和一个儿子有什么事情不能说开呢？你叫夏卓吧？是。今年多大了？21岁。21。等你51的时候，啊，到那个时候再来跟我谈这些事儿，恐怕到那个时候你什么也不想说，什么也不愿意说，什么也都明白了。这样吧，此事到此为止吧。你们也别跟欧阳俊说跟我见过面，跟我们父子俩留点尊严吧。看啥呢？追吧。别追了吧，连长，可能这叔叔还在气头上，等他消了气了，或许就能愿意坐下来跟我们谈谈。连长，你这脾气不也一样吗？一上来什么也不听。我跟你讲啊，我现在就在脾气上呢。要不是我穿着军装啊，而且现在不在部队，我要脱下军装的话，就冲你在学校里面那些想要离开部队的言论，我就给你一个粗炮加一个电炮。我跟你讲，哎，飞脚是我单独赠送给你，知道吗？行了，连长，怎么又提这个事情呢？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解决欧阳俊和他父亲之间的矛盾。等这个事情过了以后，你想，飞脚把我卷飞，电杵炮把我雷倒，都行，都行。行吧，那你说说，接下来咱们怎么办？想啊，这不是在想吗？你俩咋车呢？啊，哟，欧阳师傅回来了。好。连长来了。叔叔。哎，叔叔，你看我们平时一直在大山里，很难有机会买到海鲜吃。这次好不容易有机会出来了，您看，您也刚收车，要不我们一块儿吃个饭？
咱们不聊部队，也不聊欧阳俊，我们就闲聊。要不您看着我是你儿子同学的份上，让我们进去，把这海鲜加热了，不然一会儿它就臭了。这样吧，我给你们指条路，啊，你们出去，上街，那边前面100米右拐那儿，有一排饭店是专门做海鲜加工的，你们去那儿。我这不是饭店，招呼不起。哎，那个欧阳先生啊，我呢想叫您一声叔叔，可是感觉这年龄啊不大合适，是吧？叫您一声大哥吧，也生分不尊重你，啊，这样我呀叫您一声欧阳先生。你看我们别跟我来这套了，叫我什么都没用啊！二位，我开了1天车了，累了，得休息了啊！你们请便吧。那这样，我以您儿子部队领导的身份，跟您聊2句。还是请回吧。他刚才说那个海鲜加工的饭店在哪儿来的？我也不知道。连长，跟我来。去哪儿啊？好久没回来了。连长，当自己家啊。这就是你家吗？啊。你父母呢？他们不常来。就是等于说，这么大一个别墅，这就是你的。反正房本是我的名字。连长，你随便坐啊，我去弄点茶。一会儿我把这个海鲜给蒸了。今天晚上，咱们烛光晚餐。别跟我扯没用的啊！吃什么也弥补不了我内心的伤痛。别这么小气啊，连长。小白眼狼。虽然我不知道你们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但是叔叔，时间真的一晃就过去了，仇恨传不了代，仇恨也带不进坟墓。我真的想不明白，一个父亲和一个儿子有什么事情不能说开呢？坐着吃饭吧。吃吧。
3年了，啊，我陪着你熬了3年了，就这个结果。这么说，你考了全省第2名的成绩，没去清华大学，却去了省立大学，并且超出清华几十分的分数线。嗯呐。哎，那个，你让我看看那女孩长啥样呗？你想看啊？啊，想看，不给，快点，这是命令啊！哈哈，哦，哈哈，哎，人家是一发冲冠为红颜，你小子是不爱武装爱红装，这什么呀，连长？连长，要实事求是啊，你说我是不是一个好兵？实事求是的说，你算是一个好兵。可是这话呢，要是翻过来头想啊，假设你看，假如我，也有这么一个大别墅，兜里呢再揣个几百万人民币，我一想，我可能你也就不当兵了，对吧？什么叫我？你别在这拿话绕我啊！我告诉你，夏卓，这人生没有那么多的选择和假设。你想想啊，你人生中的起点，其实已经是大部分人的终点了。啊，连长，那你说，我为什么还要当兵？是啊，你为，对呀，你为什么还要当兵啊？苟利国家生死以，岂因福祸必趋之。没背熟呢吧？啊，跟我扯啥呢？这是林则徐被贬时候写的诗啊。对啊，正跟你合适啊。你少在这跟我没大没小的啊！我告诉你啊，我一个土炮加一个电炮，你就……哎呀，连长，你舍不得。得了，赶紧看看海鲜吧。自动关火，放心吧。哦，走吧。去哪儿啊？欧阳俊家。行，走。哎，连长，要不换身衣服吧？太张扬了。行，换，走。苟利国家生什么来的？欧阳先生啊，你就算抛开，我们跟欧阳俊是战友这身份，咱不谈。你看我们这拿着这个2大兜子海鲜，是吧？啊，这俗话说得好，伸手不打笑脸人。你看能不能把门给我们开开呀？啊！叔叔啊，今天下午我跟欧阳俊联系上了，他让我买点东西带给你。叔叔，我把东西给您就走，你开下门吧。这欧阳先生啊，你要不开门，我可就要亮身份了啊！我毕竟是欧阳俊部队的领导，我这是来做家访的，你给配合我把门打开，是吧？我跟你说，我这亮身份，你呀，你就来。连长，你先帮我拿着。干嘛呀？等我，你别走啊！你去哪儿啊？
连长，赶紧进屋，快进屋！啊！来，把这都摆好啊！哎，把这摆好，对，啊，好，对，啊。哟，叔叔回来了。叔叔，这都是欧阳俊给您带的东西。得，你们俩啊，编瞎话都编不圆呢。我跟你们说吧，俊俊根本就不知道我在青岛。别生气，别生气啊！来。他现在怎么样？欧阳俊挺好的啊，个人素质高，能力强。我们部队呢，打算把他当成重点对象在培养。哎，叔叔，这酒啊，来着。叔叔，要不我再给你买一瓶？叔叔，你看怎么了？你这是不是有点想欧阳俊了？你放心啊，我这有电话啊，我给欧阳俊打一个电话，好不好？不用打，我们好长时间没有通过电话了。欧阳先生啊，你看，酒呢，这也喝了啊，话呢，咱也聊到这儿了。既然这话匣子打开了啊，咱们有什么就说什么。你放心啊，今天我们来，第一，绝对不是为了调节你们父子之间的矛盾；第二呢，就是在这个屋子里面说的话，啊，你放心，我们一定会烂在肚子里面，绝对不会说出去，好不好？你就把我们两个人呢当成一个晚辈啊，有什么话你就跟我们说，心里面有什么委屈的，你就跟我们讲。委屈啊？有啥委屈？什么都没有。这不能怪欧阳俊。俊俊是个好孩子，打小从1年级，第一个戴红领巾的就是他，第一个当大队长的也是他。在我的心里头，他就是一个完美无缺的孩子，而我就是一个心高气傲的废物。不怕你们笑话，他可能也跟你们说过了，我打他。可我从前也有过一个挺幸福的家庭，可就是因为喝酒，我是一喝酒就高，一高就闹事儿，一闹事就打人，不仅仅打他，还打他妈。结果把他妈给打走了，我们也离了婚了。我就是想不通啊！你说你个当妈的，你恨我可以，但是你总不能连你亲生的儿子你都不顾不问吧？到现在连一个电话都没打过，找也找不着他。所以啊，我就借酒浇愁，变本加厉。我就觉得，我这个人是完了，彻底完蛋了。
我只有从心里头把我最大的希望都寄托在俊俊身上了，所以我才要求他必须优秀，必须优秀，绝对不能犯任何错误，每一门考试都给我考好。我跟他说了，你优秀不仅仅是为了我呀，也是为了你将来以后有一个好的前途，是不是？从小，老爸陪着你，一年级的考，希望你考个好成绩，考出一个好大学。考大学需要4年，我陪着你熬，陪着你考4年。你说你爹我还有几个4年能活？啊？好吧，好吧。说实话，你给我说实话，说实话。我23了，你不能再像以前一样说想打我就打我了。你可以被你爸打到大，但我不行。给我，这玩意儿它不能传代吧？反了，你反了你，给我捡起来，捡起来，爸！从小到大，你每一次打我都下死手。小的时候，人家都说我是神童，曾想说我特别厉害，但你也知道吗？我每一次考试特别害怕回家，考不进前5回家，你又会拿皮带抽我。从上学开始，我就没睡过一个好觉，从头都是学，还是学。爸，我考个第6就不行了，就因为我是你儿子，你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我身上。我妈就是因为受不了你脾气走了。我挺想的。让人们见笑了，见笑了。叔叔，吃个皮皮虾。爸，我给你倒。啊！哎呀，说实话呀，来到青岛这1年多了，没吃过海鲜，不敢吃，太贵，吃不起。可是没想到今天我占了我儿子战友的光，吃上了海鲜。哎呀，想起我儿现在在那大山里边，吃不好，睡不好。苦了我儿了。叔叔，这您就说错了。现在我们部队的伙食可好了，虽然环境是艰苦了一点，但是吃的比家里还好。每天4菜1汤，1个月绝对不带重样的。好多当兵的都说了，要不是因为训练量太大，当兵早就变成一大胖子了。你说是吧，连长？啊，对，还有水果呢。哎呀，好啊！
部队伙食好啊！啊，我儿俊俊，打心眼里头他瞧不起我，哼，他就觉得我是个酒腻子，除了喝酒会开个出租，什么都不会。哎，我有时候也想过，你一个当父亲的，希望自己的儿子好，但你自个儿总得优秀点吧。可是我呢，没什么文化，我家俊俊就是我世界里头最后一根顶梁柱了。我就觉得他好，我才能好。后来俊俊当兵走了，我就在这儿租了这么一个屋，跑起了出租。你们知道我为什么在这儿跑出租吗？是为了等欧阳俊回来。是啊，我就在这等他回来。叔，我也不叫你欧阳先生，叫叔呢，咱俩显得近一点。这样，今天你能把这番心里话都说出来，说明没把我们两个人当外人。你放心啊，不管你们爷俩这事儿谁对谁错，我们作为他部队的领导，这事儿我们管定了，肯定管。你呢，就踏踏实实的保重好身体啊，喝酒适当。哎，办法我们来想，这事儿肯定管。我说嘛，你们当兵的都是好样的。啊，对了，我家俊俊也不容易，这照片刚从老家给我寄过来，你们瞧瞧，瞧瞧我家俊俊，他也不容易，刚当兵才1年，这不就提了干，当了领导。哎呀，我就说嘛，这背后啊，他不知道吃了多少，受了多少的委屈，才能拼到今天呢。是吧？不容易，我家俊俊。好，哎，有出息了，我儿。来了！首长，哎呦，干嘛呢？首长，聊聊呗。你别动，有站着别动啊！你在哪站着呢？啊？友情提示：风多快啊，你跑多快啊！1、2、3，首长，不就是一个馒头吗？不至于。说了你多少次了？不许打骂体罚，不许打骂体罚。你倒好，连骂都少了，直接打，还打到外面去了。你去给我带新兵去，反省好了，等新兵下了连，你再给我回到原单位聊你副营的事儿，听见没有？我就想说一下这个夏卓和欧阳俊的事儿。我觉得这2个兵没必要招进来。这个问题我也想过，差不多。我告诉你啊，我要的就是人才引进。你说一个超级大脑能够来到我们火箭军，那是最大化的提高部队的兵员质量。这就是我的初衷。我只想告诉你一句话：用人所长。计算机学院那个欧阳俊是吗？他上周因为考试作弊被取消学位了。啊，这么严格吗？作弊就要被取消学位啊？咱们学校纪律就是啊，你不能作弊的。这也太严重了吧！我上次还没有这样。欧阳，
快起来，我有事情跟你说。把帘子拉上。哦。哎，楼下的公告我看了啊，你什么情况？你看见什么情况就什么情况呗。你跟我找主任去。系里面呢给了我一个保研的名额，我觉得现在显然你比我更需要。我不需要。吴阳，我知道，我替你去参加了这个全球总决赛，你心里夏卓，你脑子是不是有病啊？你一定要拿这件事反复来刺激我吗？我作弊，我活该，我不如你，行了吧？别烦我。欧阳，这你可就误会我了啊！我们是一个寝室的，虽然平时走动少，但是我也不是一个落井下石的人。我就觉得现在有一个名额，我应该让给你。夏卓，你牛，你厉害，我不如你，行了吧？你真的是狗咬吕洞宾？对啊，我就是吕洞宾呐。连长，你也没睡啊？啊，睡不着呗。连长，你说今天遇到他，本来就是一个巨大的意外了，没想到后面还有一个更大的意外。哎呀，所以我这也睡不着啊。我本来就是觉得他撒了一个善意的谎言而已，可是这一次他真的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。问题呀，就在这儿。你说啊，像欧阳俊这么聪明的一个人，怎么就能犯了这么一个低级愚蠢的错误？一个当兵的啊，穿了一身干部的军装就算了，可你穿上了军装，为什么要照那个相？你照那个相了，为什么要寄给家里人，还谎称自己提了干？这也就是他父亲不懂啊，这哪有啊，在部队得干了1年就提干的，天方夜谭嘛。可能他就是觉得他早晚有一天会提干，想提前让老爷子高兴一下。什么叫早晚要提干呢？早晚要提干，那也叫没提干，这就叫违纪。连长，你先不要生气啊，你先想一想我们怎么帮他。你说我们本来就是来劝和的，这和劝的差不多了吧？又出了这么大一件事情，欧阳俊不能再被处分了。他在学校里已经背了一个处分，他这么拼命的在部队工作，不就是为了想要立功、想要提干、想要入党？他要是再背一个处分，他的人生会彻底崩塌的。我知道啊，欧阳俊是我的兵，我能不想着帮他吗？嗨呀，想我堂堂战刃连2大尖刀，一个呢死活不想在部队干，另外一个犯了一个这么低级愚蠢的错误。你说我这战刃连连长是什么命？我真想啊，给自己2个杵炮，梆梆梆给我。连长，你不要再提这个事情了，行不行？哎，我不走了，好不好？我不离开部队了，行不行？得了啊，你也不用拿话敷衍我。哎呀，今天下午啊，咱俩谈话，2层目的。第一，我告诉你，我生气了，非常的生气。第二，我也是真的想知道你到底想不想在部队干了。夏竹，凭你的能力、你的智商，还有你这股聪明劲儿啊，只要你在我们火箭军踏踏实实的干，你一定会大有作为。但是当然了啊，假如你回到地方上啊，凭你的这个条件呢，
你也肯定会大放异彩的啊。可问题是，我们全连啊，把所有的荣誉和机会都给了你啊。我们全连拧成一股绳啊，拼了命的使劲儿，想把你推到一个更高的高度上。可是你自己不争气啊，你自己拼了命的往后退呀。一个你，一个欧阳俊啊，你们两个这么聪明、这么优秀的两个人，怎么一点都不给我生气？哎呀，哟，叔叔，这不行啊！部队是有规定的，我们不能拿群众一针一线的。啊，我知道你们部队有纪律，这不是什么好东西，是这个我腌制的小柑橘，是俊俊小时候最喜欢吃的。啊，自从他上了大学，就一直没做过。这不，家乡给我寄过来了，你们顺便给带过去，大伙儿一起尝尝啊！啊，行，那我们收着。好好好。哦，还有这个，是我昨天录了一段视频，拷在这个 U 盘上了，麻烦你们带过去，让俊俊看看。告诉他，在部队听领导的话，好好完成部队的任务，好好当兵，当完了兵就回青岛来，他爹在这等着他，啊。好，哎，您放心。谢谢了，放心吧，师叔。哎，拜托了。哎。想什么呢？知道我在想什么吗？我在想啊，你父母是个什么样的人，能把你培养的这么优秀？我父母啊，从小对我都是散养。哦。他们奉行的一贯原则就是，望子成龙的父母，自己都不是龙。有道理。我爸经常跟我说，孩子是父母生命的延续。他们来到这个世界上，就是为了快乐。每个人对成功的定义都不一样，千万不要把成功的定义强加给孩子。所以在我小的时候，他们从不要求我能怎么样，但是我还是很感谢老天爷，感谢他赐给我一个聪明的大脑。可能我比其他的孩子更幸福吧。你知道吗？我就看着你，我就在想啊，给有多少人见到你给羡慕、嫉妒、恨？你说你啊，人长得又帅，球打得也好，脑子瓜子呢也聪明，哎，还有文化、高学历，要军事素质有军事素质，要理论基础有理论基础。你这样的人啊，压根生活中都不存在，那都是电影电视剧里面写出来的人。哎呀，想一想挺可怕的。这人啊，都别说自己不爱钱，说不爱钱呢，那都是自己没遇上。真有这600多万落自己脑袋上，真给好好想一想，是继续留在部队好好干呢，还是拿着这600万啊去创业，好好的享受一下人生？
采访你一下啊，你要是有这600万，你是继续当连长呢，还是回地方创业？哎，你个臭小子，怎么挖门心思的要给我下套呢？啊！我不跟你说过吗？人生啊，没有那么多选择。哎，假如有一天，我要是突然多了好几百万，是有一种情况。什么情况？我把咱们连导弹都给卖了。当当。现在在这干嘛呢？找下卓呢？我让你们跑5公里，跑了吗？报告跑了。你呢？报告，连长说跑10公里，我们恨不得跑20公里。哟，挺积极哈。行，下卓，这你们啊聊5分钟啊。谢谢连长。你一会儿跑20公里啊。你笑啥？你跑10公里。好人下厨，哎呀，哎呀，你终于回来了，还瘦了。哎，夏卓，怎么回来的？我坐火车回来的。哎，我陪你。哎，没带什么行李吗？啊？